今次要同大家講下鬼界猛鬼屋之稱嘅灣仔南固台，又稱紅屋，歷史悠久，就喺船街一帶。日戰時證實確為慰安區，慘遭奸淫屈死的婦女不計其數，冤魂不惜現身作祟，怪事就接踵而來。Hello， 我係九叔。Hello， 我係九仔。以下落嚟就進入事件嘅開始。怪事就要由建於1918年南固台講起。當年屋主乃富商杜仲文，佢仲有一個細佬弟杜澤文就住喺南固台。係1943年，日軍佔領大宅前，杜澤文唔知咩原因死於大宅內。直至1945年日軍撤出，大宅就一直丟空，只有女傭住喺度睇住間屋。而啲女傭離去後，大屋就荒廢至今，屋內頹垣敗瓦，屋外野草叢生。事件就係2003年，有3名少女，分別13至14歲，姓鄭、黃及張，佢哋就讀北角區一間中學。其中有一位同學對筆仙及塔羅牌深信不疑，俾同學改名為神婆。佢哋對陰界產生強烈興趣，其後與5名少年男女組成探靈團，成員除他們3人外，另有鄭的男友及3女1男同學。佢哋相約係11月一個晚上進行探靈，當晚冷風淒促，8名少年男女一齊去到，全猛鬼的灣仔紅屋時間就係凌晨0時，8男女抵達時始發覺大閘深鎖，正以爬牆進之際，其中一人突然打退堂鼓，各人只好走到附近休憩公園再作商量部署。突然神婆大叫，指住紅屋條樓梯大嗌見到個白影，仲話向佢哋招手。喺呢個時候，3個女仔突然變了另一把聲講：我哋要上去睇。之後隨即走向紅屋，各人早已嚇至毛管動。當3個女仔接近猛鬼屋時，又大嗌見到有個黑影企喺樓梯向佢哋3人招手，3人立即轉身奔落樓梯，跑至皇后大道東，突然又停步狂叫：嗰隻嘢跟住我哋！大家驚魂未定，3個女仔突然目露凶光，更將上前慰問的友人推開，並大叫：我要反上去，佢哋好掛住我。其他5人你眼望我眼，雖不知佢哋是誰，但已心知不妙，相信3人已被厲鬼上身。更恐怖嘅事就係，大家目擊黃女眼發綠光咆哮：你同被鬼上身的鄭女及張女，跟我反上去！當時各人都嚇得不知所措，佢哋嘗試掌摑3女同學驅魔，其中鄭女被打至流鼻血，而原本弱不禁風的鄭女竟然變得力大無窮，一掌將4友人推跌。另2名清醒的女生亦就地撿起雜物砸向已被鬼上身的3女，各人皆盡喪失理智，就像喪屍襲擊人類般肉搏，引來一陣廝殺聲。附近街坊聞聲以為打鬥報警，警員趕至3女仍未回復正常，竟然發狂追住警員，警員險被3女細咬，即時要求增援，最終靠10多名警員聯手，才能合力將3女制服。其時3人早已衣履不整，不過卻仍緊握拳頭，精神繃緊。3女同學由救護員被捆綁手腳送院，並接受血液及尿液檢驗，證實未有服食藥物，卻未知因何發狂。撞鬼怪事引起附近街坊驚懼，指該間猛鬼屋所在的船街一帶為日戰時期屬慰安區，而慘遭奸淫屈死的婦女無數，冤魂不惜才現身作祟。而南固台附近嘅居民成日都見到屋內常有綠色鬼火，不少街坊更常聽到大宅內傳出陣陣的女人慘叫聲。其實南固台唔單止一個鬧鬼傳聞，你哋如果經過呢個地方又敢唔敢入去呢？鍾意我哋嘅頻道，記得讚好訂閱同冚鐘仔啊！